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aniel。今次咧想同大家去講一個課題啊，就係喺個 Word 裏邊咧編輯檔案嘅時間咧，幾時撳 Enter？ 嗱，Enter 掣咧就唔係亂咁撳嘅。Enter 掣其實係代表緊一個部分或者咧一個段落完結。咁我要開新嘅部分啦，要開新嘅段落嘅時候咧，我先撳 Enter 掣。咁喺我哋咧講 Enter 掣之前咧，我就想介紹咧一個符號俾大家識。大家喺 Word 裏邊有冇見過呢個符號咧？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段落標記。如果咧你哋開咗個 Word 之後咧見唔到呢個段落標記嘅話咧，你哋咧係可以咧去檔案啦、選項。喺呢個 Word 選項嘅視窗裏邊咧，我哋喺顯示，我哋咧可以將個段落標記度咧就俾我剔好佢。咁佢咧就會咧以後咧就會顯示翻呢個段落標記出嚟噶啦。咁呢個段落標記咧，其實咧佢有兩款嘅。如果我哋用緊嘅係中文版 Office， 咁咧就會顯示翻而家呢個箭嘴版本嘅段落標記俾我哋嘅。如果你用緊英文版嘅時候咧，你嘅段落標記咧就會變咗咧。而家咧我 highlight 住呢個符號啦，呢個咧就係咧叫做 pilcrow。OK，pilcrow 嘅段落符號，咁呢個咧就係英文版先會用得到嘅。呢刻咧，大家咧應該就會知道啦。Enter 掣咧就係代表一個段落咧一個部分啦。我而家用一個實例再問一次大家。而家熒光幕畫面顯示咗一封咧就係 AI 製作出嚟嘅求職信嚟嘅。呢個畫面裏邊邊一個部分你會撳 Enter 掣嘅咧？我俾3秒你諗諗。咁 Enter 掣嘅位置咧就包括咗第3行啦、第4行啦、第5行啦，然之後就係入完第一個段落之後，成效提升句號後邊，可能咧會有啲同學咧就會問啦，阿 Sir， 咁你第一行打完21樓之後啦，我點樣去控制個插入點落去第2行，繼續入翻個公司名咧？咁樣嗱，如果你係要做一個分行但不分段嘅動作，我哋就會撳 Shift Enter。Shift Enter。咁而家咧就開估啦，俾翻嗰啲嘅段落標記俾大家睇下咯。如果咧我哋咧係撳完 Shift Enter 之後咧，嗰個符號咧係一個向下嘅箭嘴嚟嘅。ABC 有限公司後邊，呢個部分未完噶嘛，所以咧我咧就繼續咧係 Shift Enter。人力資源部張亞婷經理咁樣。完結咗成個對方公司嘅名稱啊、收件人嘅部分之後，完結咗啦，我先至撳一次 Enter 掣。OK，我哋再望一望就係第5行嘅位置，打完個標題之後，標題嘅部分完結啦，咁我咪會撳 Enter 掣咯。然之後就繼續去編寫我嘅求職信嘅內容啦。Enter 掣我哋話唔會亂咁撳嘅原因點解咧？係因為咧Microsoft Word 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執格式，佢可以執字形嘅格式、執段落嘅格式、執版面嘅格式。我哋而家嚟針對住段落嘅格式去講啦吓，舉一個例子，好簡單嘅啫。你想段落同段落之間係一個距離嘅，其實我哋唔需要撳多次 Enter 製造分行嘅，我哋咧係可以咧直接叫個 Word 咯吓，同佢講就係。段同段之間咧，我哋係隔 1.5 行。個意思就係話，每一次撳 Enter 嘅時候，就會自動附加 1.5 行俾我哋。呢個咧就係點解話個 Enter 就係你唔可以亂咁撳。如果你亂咁撳嘅話咧，好啦，咁啊出事。如果你個 Enter 就係亂咁撳，而你又想去更改翻段同段之間嘅距離嘅話咧，你就會錯晒噶咯。係嘛？因為咧個 Word 裏邊咧就會話心諗啦，我見到一個段落嘅標記，佢就自動咧喺後邊加 1.5 行俾我，亂咁撳就錯晒噶啦。舉個例子俾大家睇下，如果我而家我將頭3行咧嘅位置咧，我就唔係用 Shift Enter 嚟做嘅，我係用 Enter 嚟做。你會見到啦，頭3行中間無啦啦就會自動咧係賦予咗 1.5 行嘅空間俾我哋。呢個唔係我哋想要嘅結果嚟噶嘛，所以咧我哋咧每一次咧都要好心水清，要知道就係我編寫緊嘅文章究竟我完咗個部分或者完咗個段落未？完咗之後先 Enter， 呢個好重要。
咁咧，我哋下次咧就再去講其他嘅課題啦。